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今日节目当中，我为大家介绍此轮游山港中的一群人，伊咧坚持生态保育理想的后生人，提广度高雄打拼的台中董事人，还有带许多台湾民认识恒春的客家讲口茶。台中董事是几十里的故乡，不过也多年来，港中人口老化，贫穷会增加，缺少少数管道，工农而老师引来以眼门的哟。故所采替游山港中的农民，关心农业的后生人，还个希望农业允许下去的紫菜行头家，向下子呢一集高本山农组合，亦能希望改变传统的耕种方式，行出新的农业之路。董事里农顺从苗，体里的树下行来行去，无限轮线屯四公子咁到位。请看到伊佢详细嘅检查每粒细里嘅生长情形，再车到偏重开，佢细粒也系上嘅铁道，仲可去淘汰。兄弟啊，吼，你兄弟来讲，伊迄就个有病害，偏害，你切身片，你切身片极多，你流落下边会坏的，会烂面的，兄弟咪係，啊就係細粒啊，高粒係細天唔多啊，係直接。加倍負責立台嘅，能上台嘅，個數落嘅屯死里嘅做好保護措施。離幾條個洞啊，即係唔太啲是會，嚇，即係會順下會用台啊。一個時節係董事里農無限輪立台嘅嘢農忙期，台中董事體區係台灣最大嘅溫帶幾十里山區，未係幾十里嘅發源地。韓國附近就係大雪山山嘛，早晨暗部溫茶態，先天環境適合高質生長。不過也有工農嘅生活，殺進來見困難，進口農產品影響台灣市場，耕種人口老化，缺少少數管道，韓國高質嘅偏重會進來見嚴重，使至到農民嘅生存面臨潛在嘅挑戰。故所開始有一群農友開始此輪嘅遊山耕作，睇後生學生嘅熱情生下，組成嘅高本山農組合，希望為農業行出一條新嘅路。我們要在一個現在這樣比較困難的環境下走出一條路，那它是由各種不同角色，有年輕人，有農友，那也有製材行的參與，讓它變成一個每一個人的角色互補。那在耕作上面，我們也可以越來越進步，越來越對環境友善。順從苗此輪草木強盛的遊山栽培方式，我用除草劑重新滋養董事山上的大地。其實你做嘅黨好嘅東西，唔好俾好好管理嘅法，嗰度就幾節啦。唔都唔是個靚嘅落當到要幾節嚟配料。啊土壤嘅物理性當好，嘅通氣性啊，嘅肥嘅吸膨爽嗬，啊唔係你唔係按扎，唔係硬當當，嘅泥能硬當當，我嘅見即係唔係開啊你。雖然你嘅改難用有機嘅方式來做，我順從苗還係希望做得變做互通農業，你嘅經驗做得無農藥檢出。我想種嘅梨嚟講嗬，只冇可能做到有機啦。我呢就講做到乜嘢啦？減化肥料，減化農藥，嗬，盡量減到淺地嘅長土去做呢，嗬。啊，淺起碼做出來東西安全啊，幾天安全。甚至講做到講去減減農藥嘅殘留嘅事，係即講冇法度減減除咗農藥，安尼長土。而係正講明紫菜行嘅調價，我冇買農藥，冇買對土地唔好嘅紫菜。
无卖农药，其实是讲，安尼都在追求讲，迄咩以后是在用到少量农药的境界嘛，所以，既然係安尼嘅主張，所以都冇賣農藥。也只嘅係流行圈嘅李爺爺，李嘅樹下露起草，因為來拜訪嘅人，終日冇睇路下，朋友正講面關嘅是咩手機流行圈用嘅生態栽培法。你樣嘅草係切往起來了後呢，其他嘅草都生唔上來。佢係高行啊，要讀到書咧，佢是用搬運車同佢轉過來轉過去，招牌面皮就變配料咯，所以佢又是嚟生配料。幫喺草嘅熱一下，請看到奶又鬆又軟又豐富嘅有機質，也係常年使用草木共生栽培法嘅成果。這個作物咧，健康發展是話過較好。健康發展好嘅時呢，佢一直要食配料，要食配料話樹是會健康，樹呢健康嘅時呢，所以病蟲害又較唔會發生，所以佢用藥會見用見少。流行圈含體高鹽酸作為生態池。像係青島嘅楊梅葉、怪葉、韓國吊葉，一條路做得藤樹是高數嘅害蟲，用自然生態去控制害蟲。農藥嘅用量自然就減少嘅。兩有幾啊十種嘅楊梅，要麼有真多嘅怪類非常多安尼，所以講係一個真完整嘅一個生態池。除了講水生咧、植物以外，還有地表嘅水生咧，動物昆蟲也真豐富真多。另外一個農友站得從韓國好大嘅齒輪本枇杷同大樹嘅強下成長，同阿公阿爸嘅栽種方式完全冇共用，盡量剝多樹嘅，希望生態同生法唔會衝突。咱細細看到，阿公，爸爸，今日嘅年代嘅工作方式，冇假設樹就係幫扶小皮，小皮就種嘅果子，唔好多樹，我牙生存啊，完全生存，就試看看嘅，那個枇杷佢唔是全日照，佢半日照，就講比較陰性的植物，半日照的防控，挨住試看去種看。雖然像係吃可樂唔係成功用嘅，但有人能站得長安安，唔過以心肝頭度了解，這條改變仲可係為到子孫嘅未來，為到大地嘅永續。因為細生長到了位，佢只把牙嘅子孫，那阿兩黑，為到自家子孫，佢只黑到了位，係咪人嘅空氣、人嘅條件比上次較好，人嘅子孫想法都代代世世傳落去，呢個生態生存生活這個三生永遠太自家嘅三者，永遠延續下去，永遠做能氣昂昂成做開，你係草木共生，係你個樹同草係共下度量生存起來。雖然每個農民嘅做法冇共用，唔過友善栽培、友善大地嘅心，尚係共用嘅。高本山農組合希望有見來見到嘅農友更易記得，向下滋養東勢山上嘅土地，栽培出同大自然共生嘅甜美果子。